转来看国内，立法院昨通过修正案，必要的药啊爱定期报库存量，药商若是唔配合，上当会当罚30万。规仔顶面敢若剩搁一阿罐库存，这两种经费药杯最近欠费，伫台湾无代替药品，也来质量较悬的这款，赶紧用专案进口来应用。不过，社区药师讲，这也未到位，另外有两种降费后的药啊，也只要补费啊，要用含药药啊来代替。总共是30天，所以说我今天会再多补2天给你上市的药。为了确保民众用药权益，避免欠药情形，立法院通过药事法甲药害救济法修正案。食药署指出，这版修法约束药商定期申报药品制作、输入甲供应情形，违反的会使处6万到30万块。和必要药品无过再局限，伫供应无正常前6个月通报。因为药商定期申报这个次数甲详细情形，会有司法来规范。所有有许可证的药品，当它出现有供应不足之余，或者是因应重大紧急公共卫生的情况需要，我们都可以依据药事法的授权来给予专案执照跟专案书的。食药署强调，修法也予主管机关伫具有许可证的药品有供应不足问题时，会用专案核准制作也是输入，并且伫必要时适度调控药品的供应。药师工会全联会对修法是乐观其成，也希望主管机关能落实来执法。过去虽然也有要求代理商跟药商，但其实药商跟代理商都没有做。我希望政府可以真正落实去管理这一块，免得民众一碰到缺药就非常的紧张。缺药的影响，其实在不同的院所以及经营形态的药局，其实是存在采购以及议价能力、处方需求等等的条件差异。那加上疫情多年影响供货稳定，那基层药局至今仍然尚未摆脱这样的一个缺药困境。医改会建议，除了修法来加强制度，更加应该强化资源的机制。若是病人管是食的这药啊，一旦欠缺，会使建立及时的咨询加代替方案，降低欠药对着疾病控制所产生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